前嘅各位嘉賓、蔡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親愛嘅小朋友，大家好啊！我係3B 班嘅葉志婷媽媽，我係葉志婷嘅爸爸。我哋十分榮幸能夠代表家長喺呢個咁重要嘅時刻講一番説話。仲以為上年參加過哥哥嘅畢業典禮，今年輪到參加細佬嘅畢業典禮會心情會平復啲，但係原來一樣都係咁期待、咁感動㗎。唔知各位家長記唔記得當初點解揀俾小朋友入讀上書房呢個大家庭呢？其實我可能比大家早啲就認識上書房呢間 Happy School 㗎咯，因為我嘅小朋友嘅表姐13年前都係喺上書房度讀書㗎。當時咧，我都有負責帶表姐去返學啊，參加學校嘅一啲活動。當時已經感受到每位老師嘅愛心同埋耐性。學校10幾年嘅口碑一直都係好好，所以當我有自己嘅小朋友嘅時候咧，就諗都唔使諗，就一定揀上書房啦。有時表姐都會帶表弟返學放學咁樣嘅喎。好驚訝嘅就係老師竟然仲記得表姐。我覺得好意外嘅就係表姐已經離開咗母校10幾年，但係老師仲記得表姐，仲講得出佢嘅名咯。可想而知，老師都係會將自己嘅愛心好認真咁樣去投放喺每一位學生嘅身上。喺回想起呢3年嚟啦，小朋友啱啱入學嗰陣時嘅懵懂無知啦，作為我哋家長啦，對小朋友迎接好多第一次咧，會感到好緊張同埋興奮。好似第一次孭書包返學啦，第一次結識唔同嘅同學啦，第一次自己食茶點，第一次自己做功課啦，同埋第一次喺學校好唔捨得爸爸媽媽嘅情景，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仲有好多唔同嘅第一次。經過咁多唔同嘅第一次之後咧，到而家佢哋變得獨立啦，有自己嘅諗法，都係有賴上書房嘅培養啦。仲有同埋喺上書房咧，就係好似小朋友另外一個屋企咁樣。每一步嘅成長咧，都離唔開老師們嘅悉心教導啦，同埋無微不至嘅關懷，引導小朋友探索唔同嘅知識，培養佢哋良好嘅品格。喺學校，小朋友學識同唔同嘅人相處啦，學識分享同埋合作啦，學識勇敢面對唔同嘅困難，同埋建立自己嘅自信。好多謝學校咁耐以嚟嘅培養，帶俾小朋友咁多美好嘅回憶。呢啲嘅回憶咧，將會陪伴佢哋嘅一生。係，真係好唔捨得啊！小朋友即將要告別上書房啦，踏入小學嘅階段，去發展佢哋新嘅里程。我祝願小朋友勇敢面對挑戰，愉快學習，茁壯成長。亦都知道而家辦學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咁祝願上書房繼續越辦越好，桃李滿門。最後，真係好衷心感謝蔡校長、各位老師、姨姨們呢3年嚟嘅辛勤付出，辛苦晒你哋啦！祝願你哋工作順利、幸福安康，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多謝大家。